喺上次，我開啟咗2.2版本娶老婆挑戰，目標係喺幾日嘅時間入面將2位老婆娶翻屋企。而喺上一集，我終於好成功咁樣將大水母娶翻屋企啦。而今集，我究竟可唔可以喺唔夠1日嘅時間入面娶埋另外1位老婆翻屋企呢？廢話就唔多講啦，即刻開始我哋嘅零課金挑戰完結篇。由於留俾我嘅時間唔係好多，我會盡快推進主線。而每次去到新嘅地方，我都會盡量將個地方刮乾淨。以下落嚟有首歌係俾我自己嘅，唔想聽嘅朋友可以快進10秒。即刻開始聽真啲，明朝從頭開始，唔係咁易。依家話俾你知，呢4隻字喺遊戲界唔係新嘅事。A few moments later. 依家終於將主線推進到嚟黑海岸，望一望我哋喺武器方面嘅配置，主角都係會帶行進序曲，而丹緊佢會帶叉2，而坎特尼拉就會帶探幽，而喺星鞋方面，目前都係帶緊浸日套裝嘅。有人識得農夫係乜，但係有人識噏農夫係得。今日我賣得你又話我變質，我唔講得拍陸軍，我怕衝刺出得。使乜咁多原則？最緊要賣嚟噏，要我做乜就做乜，直到導演捱。Later. 準備包袱走佬，一步一步未算好，冇最後説話，最後手稿冇嘢要透露，冇人走寶，要埋包袱走佬，無論乜嘢地步，不理疲勞，天與地當地鋪，冇任務幾咁好。見事な演技だったわ。そろそろ終幕ね。けどこれはあくまでも。ずっと楽しみにしてたよ。私とあなたのゲームを。Nice. 小喇叭，你出嚟做乜嘢啊？你俾多隻春我啦！你出嚟做乜春啊？唉，從結論上嚟講呢，終於都娶到老婆翻屋企啦。只不過呢，爭埋佢把架撐，如果可以0+1，咁啊當然係最好啦。依家啱啱好湊夠10抽，睇下可唔可以一發入魂。啊，你唔係啊？我想瞓覺。喺我執緊片嘅時候，我先知我琴日太眼瞓，喺收集星盒嘅素材，我係冇錄低佢嘅，唔好意思咁多位觀眾。
之但係喺最後，我究竟可唔可以0+1畢業呢？大佬啊，你出埋嚟啦，好眼瞓啊！出嚟啦！我少你。好啦，喺最後俾大家望一望我地圖嘅進度。咁其實我已經5日冇瞓過覺噶啦，咁不停咁幹。雖然好可惜喺最後抽唔到春嘅武器，對我嚟講呢，今次嘅挑戰係非常之失敗嘅。希望睇到嚟呢度嘅觀眾可以留低你嘅手指公，多謝你哋。如果有下一個挑戰嘅話，我哋有緣再見。